拦住。当时看台上是罗超义主任从到雅典背了整整的10天的一个5星红旗送到刘翔的手上。那个的记者席也是领队，这个席我是跳上跳下，最后就把我这个大腿的后裙肌还拉伤了。奥运岁月，精彩不容错过。那天晚上确实很神奇，2个小时准备活动就说了2句话，就是师傅你给我一瓶水。第2句话就是他准备进检录处的时候，跟教练要分手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：师傅你相信我。师傅请相信我，请相信我。每当我的朋友或者家人跟我谈起这件事的话总有说不完的话，就算说了很多，已经说了无数遍，但是还要说，还要回忆，就感觉特别美好，太美好了。前2天我们跟那个刘翔的爸爸妈妈又说起来奥运会，他们全家都哭。中国田径还是没有到最后的时刻，明天还有1天，还有3个项目，我说我们一定想办法拿下。那么等我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那已经表变成了12万11，凭世界纪录。我觉得这时候他可能才放下来，我们才抱在了一起。你要知道，在一个我们不擅长的领域，能够有这么一个人，在那一瞬间用一拳把这层玻璃打得粉碎，这种感觉是多么的有力，多么的让人震撼。从预赛、次赛一直到复赛，这个法国小将成绩都是最好的，尤其在那个复赛跑到了13秒06因为13秒06是刘翔参加雅典奥运会前曾经在日本跑过的，跑出过13秒06，是他的最好成绩。那这个杜库雷能在复赛的时候已经跑到13秒06，谁能够担保他在决赛的时候不会成绩更好？我记得大家都回屋睡觉以后，我也睡不着，孙海平教练也睡不着，看得出来。后来我们就找到了一瓶酒，那么这个酒是哪来的？是女排送过来的酒，当时的一瓶茅台酒，我们俩先给拿出来了。因为女排我记得好像是当天那天好像也是决赛吧，连番3局嘛，后来拿了2瓶茅台过来。我说海平，我们喝点酒。应该是3个人喝酒，我们还有一个翻译。海平教练他这个鼻子还是那种有一点问题，他一喝酒充血以后他很难受。但那天晚上我们俩不约而同就想到想喝点酒，也许想靠这个酒来帮助睡觉。当时也没酒杯，因为这个村里面也没杯子，也没找到，很晚了。找了半天都最后找到那矿泉水瓶盖，酒杯上的那个盖子，我们俩一人拿一个，到瓶盖一点，我们俩喝一点。然后就是谈到比赛，从明天走到什么每一个细节，我们俩又说了一遍。也喝得很晚，也聊了很多，2点多才去睡觉。应该讲留下是有这一瓶，是吧？早晨4点的时候，我们的就有人来摁我们的门铃。这个教练很不负责任，我觉得他有他的心情，他着急什么呢？他需要一个保温桶。那天早晨呢，就是男子50公里竞走的比赛，结果他在外面噔噔噔噔噔噔，4点多钟，刘翔一定在睡觉，又是决赛前的那个夜。我第一个听到的时候，我第一个跳起来，跑了把门马上开上。我说干嘛？你这么早了？他说要找桶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男子110米栏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们看到参加决赛的
8个选手现在已经站到了起跑线上。因为03年的巴黎世锦赛啊，是我带队去的，我国旗在我手上。应该说那个时候刘翔拿第3，史东鹏进第7，2个中国人进到前8，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。他们应该举着国旗的那扇，但结果没想到我坐在主席台上，我当时没有想到，所以国旗给不了他们，就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。我们现在确实非常的激动，那么也希望刘翔呢能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，因为在技术性要求这么高的110米栏的比赛当中，比的就是谁不犯错误。如果刘翔他拿到了金牌或者取得很好的名次的话，他怎么能知道我们在哪里？到哪里去取到这个国旗？这很敏感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还是在房间里面啊，很犹豫，怎么能够告诉他这件事？你又不能跟他说，刘翔，你拿到金牌以后到我那去取国旗，这个就压力对他来讲就很大了。所以呢，反复在考虑这个事情，就说怎么跟他说。下午他睡了个好觉，大概是中午吃完饭以后，他在洗手间呢洗东西。我就在那左右转，以后想了这个话怎么跟他说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我就看了一个适当的机会，挺轻松的，他哼哼哈哈的听到耳机的唱的歌，我就跟他打了个招呼，他把耳机的取下一半。后来他听到塑料的，我这就想，我说晚上刚说到这，他就打断我了，主任，别说了，我就知道他也紧张。就后来我当时接着，我还是接着说，我说我晚上我在终点那个地方给你加油。他一听就不是谈金牌啊，谈奖牌，谈成绩，因为他也怕我那个时候谈这个事，我估计，所以他就开始就打断我了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我们在终点那地方给你加油，其实我脑子就是告诉他我在终点呢。刘翔是在第4道。进场之前，师傅跟刘翔握了一下手。谁的心态更加平静，谁很有可能就在比赛当中获得胜利。在我之后的采访当中，刘翔的爸爸告诉我说，刘翔回家说那天师傅跟他握手的时候浑身发抖，而且手心全是汗。刘翔说本来我不是特别的紧张，但是师傅浑身发抖，手心全是汗，搞得我一下就觉得挺紧张。是师傅孙海平已经预见到了这根金牌，因为他是一个刘翔之外的一个旁观者，应该是他对这枚金牌的把握性已经非常大。来看看参加决赛的8名选手。之前的训练当中，刘翔的状态破过13秒，已经突破过13秒，12个栏的训练能跨到13秒钟。有一个是12秒78，就是12个栏，12栏就是113米。比如说马拉松是42公里，你要跑50公里啊，你练的过程中你要提高强度，你比赛你才能达到那个状态嘛。我感到这个指标可能更有价值，因为这个指标它是10个栏下栏跑了11秒20，我完全按照比赛的这么个程序用起跑器，而且有这个边上有个教练在发力，在这么个情况下面跑出了一个11秒20，10个栏。是8月17号，就我们临走前的一天训练的成绩。那么这也说明，就是说刘翔在离开北京的时候，出发去雅典之前的这个整个的训练状态已经到了很高的这么个程度。我们都悄悄的知道这个事情，并没有在媒体上在奥运会之前公开，因为当时不管是刘翔还是教练还是所有的管理者，他们压力已经很大了，不能在这个时候